如果你擁有一套對 MVP， 咁你就真係人生嘅 MVP 啦。西半山10年一遇竟然又有新盤推出，仲要命名到對 MVP 咁勁，而且仲有2房嘅細單位，就即是以更低嘅成本入住半山。Ruby 今日開箱同你睇。呢度離港鐵西營盤站步行只需要幾分鐘，2站直達中環嘅 CBD， 揸車10幾分鐘就到西九龍高鐵站，真係超方便。仲要係4大校網之首嘅11校網，背靠香港大學，各樣嘅配套都係 MVP 啦。我哋今次呢一套係484尺，就即是係45平嘅2房1套。因為呢度係6樓，所以出面特設咗個平台。客飯廳長4.4米，闊4.8米，全屋以暖灰色同綠色為主調。開放式廚房配備嘅全套都係 Miele 嘅名牌廚電。呢度咧好貼心，安裝咗啲乜嘢呢？我哋問下設計師先。大家好，我係 Anthony Fong， 呢個單位嘅設計師。究竟有啲咩玄關呢？你會見到好好彩呢個單位，因為唔係結構牆，所以我喺呢幅牆嗰度呢，就玩咗一個特別嘅凹凹凸凸嘅空間。於是呢，你就會見到而家呢啲櫃全部都係可以開得嘅 storage 嚟嘅。翻屋企或者準備出門口嘅時候呢，咁你都會有鎖匙，有啲鞋。其實呢啲單位我就特登喺正中間呢個位置做埋鞋櫃。哇，好多收納位，仲要係靚嘅，冇錯，一個靚嘅收納位。咁你鎖匙可以等喺度啊，另外啲鞋又可以坐喺度。咁臨出去翻嚟有個空間，就唔使等喺飯台或者等喺廚房。你係唔需要妥協呢一樣嘢。你其實呢個空間係完全足夠做得晒日常生活需要嘅嘢。咁所以我嘅設計係你連見到天花都冇直線嘅，廳用暖灰色，房係用翻大白色，但係都有好似雲嘅一啲好柔和嘅。我哋一入到嚟，其實就觀察到你全部都係柔和嘅曲線，係好高級同埋好舒服咯。係啊，即係唔需要做到最傳統嘅高級，因為傳統高級我留翻1467個單位。下次幫我加啲粉紅色落去，都可以。呢2間房咧都係同一個方向望翻維港海。主人套房呢度咧特設咗個小陽台，早上起身仲可以喺度睇下風景，吹下海風。客廳設有淋浴間，主人套間就採用咗浴缸設計，配搭專有嘅色面，更加高級。而今次發展商連會所都做埋喺示範單位俾你。我哋而家呢一個吧台將會喺泳池旁邊出現，當然到時會更加靚。呢度都唔單止地契長達995年嘅全家寶物業，戶型豐富，2房到5房，東面係中環嘅 CBD， 西面係香港大學，地段嘅租宅需求極高。MVP 呢個樓盤你有冇興趣呢？評論區話俾我知，現樓手法我再帶你一探究竟。